咱来看选举的消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论文抄袭的争议，最近是一直受到在野党的批评。今仔日林志坚开记者会，除了甲规件代志自头至尾讲好明，嘛提出伊甲因指导教授陈明通讨论研究计划电子批，要来证明伊的清白。发想在先，研究大纲在先，研究设计的写作在先。连讲几日届家己是官创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为着论文抄袭风波出面，提出进前指导教授陈明通因过修改研究计划电子批，要证明家己才是资料提供者。2016年的2月1号研究计划版本当中，已经有了研究设计，也因此才有后续将我的资料还有论文大纲初稿提供给于先生来做参考。这是林志坚写的，老师给那个同学参考。在这里面，陈明通所长有说明。虽望林志坚强调本身是资料提供者，不过介意论文真侪所在相同的无证时，对通过计划考试、论文考试的时间，拢伫伊头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有关批评，批示无法度完全证明论文的原创是真还是假。论文的写作从来不会是你跟老师之间的 email 就可以证明你的论文已经完成。讲了这么久，可是林志坚始终不敢去告于正煌，甚至不敢说于正煌是抄袭他的论文。我也正式向台大来检举于正煌涉及抄袭论文。王宏维表示，伊要看有甚时敢会出面捍卫家己的学历，嘛坚持林志坚的中华大学论文，无论伫倒一月份来完成，只要得科管理局的标案合约，拢无法度改变侵权的事实。记者李金立台北采访报道。